沙利巴哈盖古丹尼闽南那，就是很开心快乐可以来到这里学习。锅盖塞浪，因为很谢谢每个老师，然后我觉得这几天的营队很好玩，希望下次可以再办一次。好棒！第二天的时候，我学到怎么腌制贝壳跟海苔。我觉得这3天我看到了蜘蛛网、大树，和石头，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这3天很好玩，很有趣，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东西。哇，好棒哦！就是我觉得这3天很高兴，印象最深刻是那个环台，走得很累，我脚回来就酸掉。我最喜欢第2天，因为有很多烤肉可以吃。马布拉、杜嘎库、迪苏阿曼，就是说我会想念你们。撒克拉雅的这个算是第2次的那个活动，对嘛？对不对？第2次，然后我知道是有15位同学报名参加，都是来自全国的撒克拉雅的国小、国中的这个报名学生。我想各位你们在场以后，撒克拉雅真的是有救了呢。在语言复振上，因为你们的参与跟热情才能够使这一次的语推的组织的营队更加丰富。先给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萨卡杜萨，吉马杜，萨卡杜萨。对，萨卡杜萨。走步。把你的肚皮肚大大，呜哇哇努萨提拉呀。巴拉杜哈乌尼拉西，努卡姆努巴巴拉提。好，再一次啊！把你的肚皮肚大大，呜哇哇努萨提拉呀。巴拉杜哈乌尼拉西，努卡姆努巴巴拉。好，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呦嘿嘿呦，吉马吉苏吉马吉苏，嘿呦嘿呦嘿嘿呦，吉里辛嘎古，嘿呦嘿呦嘿嘿呦，吉马吉苏，吉马吉苏，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呦嘿嘿呦，吉马吉苏，吉马吉苏，嘿呦嘿呦嘿嘿呦，吉布拉嘎布，吉布拉嘎布，嘿呦嘿呦嘿嘿呦，吉巴库，吉嘎拉巴古，嘿呦嘿呦嘿嘿呦，吉布嘎布。嘿呦嘿呦嘿嘿呦，吉玛吉苏，吉玛吉苏，嘿呦嘿阿比吉卡扎卡库，嘿呦嘿呦嘿嘿呦，吉格比卡库，嘿呦嘿呦嘿嘿呦，吉布利嘎库，嘿呦嘿呦嘿嘿呦，吉玛吉苏，吉玛吉苏，嘿呦嘿呦嘿嘿呦。吉布用嘎库。再唱那好，乌吉玛古那安努米索，乌吉玛古那那努米去吃后晚后晚后海呀。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本绘本来跟大家去做介绍，这样。那在介绍之前，我们就来看到我们绘本的2位主角，再往上，嘎路，这2位叫做嘎路，对，他们都叫嘎路。这个比较黑一点的叫做大嘎路，大家叫大嘎路，然后这个比较白一点叫做小嘎路。那大嘎路它是生长，主要它在基奇部落从小生长大的，那
这小嘎路主要是在都市长大，就是他们是在部落的环境长大，是在很多建筑物的很多高楼大厦的旁边长大的一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小孩子的见面的故事来看看，说不同生长区域的两个小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生活吗？还是有一样的生活这样？好，那这个峡谷就是也是我们基起的一个地景，它叫嘎拉比烂。嘎拉比烂是双胞胎的意思。那因为这两个峡谷是紧邻在一起，然后很相似的，所以这个地名叫做嘎拉比烂这样。那它嘎路经过了嘎拉比烂之后，它又到了哪里呢？亚大古尼巴鲁马安尼巴伊伊吉古站，伊扎古鲁纳阿杜泽贝阿杜巴达斯阿杜亚大阿苏埃阿尼巴鲁马安。他来到阿嬷菜园，那阿嬷菜园里面有什么？里面有藤心、雀豆、异豆，还有看起来很多好吃的菜。阿鲁玛嘎布萨，马阿吉阿布吉伊娜，米阿拉多阿比迪埃阿萨玛米沙嘎比。那小嘎路呢？他也是妈妈也会煮野菜。那他煮野菜的方式是，他是看到说，吉娜阿布萨米沙拉尼布萨玛，乌扎比努鲁玛米亚，伊照顾阿比迪埃阿宝比。依照顾什么啊啥啦就是他们采集野菜的地方就不太一样了。小嘎路他采集什么这些野菜的方式是在家园旁边有一个小菜园，来采集到这些野菜，然后再一起煮汤来吃。谢谢我的演唱会哦。把它伸，用力，哎，把它伸用力。有，睡了。把它伸，很用力。把它伸。如果你不会掐喉，听不到龙盘按的台词。这个的跟你更辣，不一样。会辣的这个外壳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但是这个不会辣的是平滑的，对。但是都叫 piece。这个独孤给你。独孤是月光螺，然后是有那个白色那个东西。这不是白上了摘，那个盖子。哦，上了摘叫盖子。哎，这上了摘是它皮上。有没有一样？这个是会辣，这个来。不会辣，这个会辣，是我会辣，这个不会辣，这个不会辣，是这个不会辣，这个不会辣，这个来，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一样，不会辣，这个不会辣，可以吃。啥肉？现在也没有盐，还没有再把这个，这样也可以吃啊。可以吃吃看，哎，这可以吃吃看的，谁要吃吃看？它这个还没有洗过了，可是还没有盐。我要手机看出来，啊，它是可以装，脆脆的。哎，考试哦，刚考试很开心的，但是还是要认识一下。我长在闺女，这个有毛的。那不是独孤啦，不是独孤啊，独孤在那里。独孤是这个有白色的壳的叫独孤。那它的中文名字叫什么？独孤。月光螺。对。哦，这样子。哦，这个边边这样，要整理好。现在加工哟。这样子。好。好。好，准备。放着，放着。再想一次。好，这个呢，不要踩下来，这样。
是打鼓棍哦，就是八卦王。哎，打鼓棍。哎，八卦。八卦王。洞。这个洞。哎，你看。所以这个网子有洞。这个我怎么讲废话？这个洞是一样大的洞。哎，跟这个一样大。这是直打的网子。这个是河边的，这个是在河边抓那个乌鱼，有没有？这个是阿公的那个祖父哦，祖父。切教材好，第一切不转啦，好，你慢慢学习，好，跟着老师念来，买扎豆，嘎巴都好。谢谢怎么念？我没事。我没事，没事。我很好，怎么说？好，第一个三比老。三比老。B-I-N-G-B-I-B。不绕吧？你这怎么？好吧。我知道。快点查把敌人。从铁齿。5打6，好，答对了。5打6，好，你呀说。你呀说。好，第一对。那姑姑有他有。阿玛纳马卡西。比阿瓦斯。这个有毛毛虫，那个是活的，可以吃。好，手稳哦，不要跌倒。这个叫做米辣，好，槟榔叶，好，我们是这样煮完，这样煮完，好。但是不要甩它哦，那很可怜，你只是抓它可以。这个叫做台风草，哈，知道吗？好，丝瓜怎么讲？咱们三个丝瓜呢？鲁尼，然后后来因为洪水呢，才从那个岛飘到台湾来。那个岛就叫做撒拿塞，那个岛就叫做撒拿塞。那祖先们呢，就是我们就想说，哦，原来以前那个祖先们居住的岛有很多的野子，所以我们的祖先可能是在还没有在台湾之前，可能是住在热带的地方，有很多野子的地方，撒拿塞。不要画，这要写那个主编。卑南族有10个部落。好。接下来要出的是巴拉曼。巴拉曼。
哦，这一场活动就不会，应该是说没有你们的参与，我们这一场活动就不会成立，哦，所以感谢你们。那我也相信，我们这3天，我们以推组织，我们台湾家族协会这么用心的去规划，我相信这3天也让你们的收获满满，学习满满。哦，我不要求你们的单字学多少，可是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带很多单字回到你的学校。哦，也感谢在这里的主理的利用，让我们呢圆满的在这里完成我们3天的夏令营，也完成我们3天的主语的学习。再次感谢大家，不敢。